Hello， 各位好嘛？我個名叫 Danny， 係加州 Sunnytown 地區中心嘅服務協調員。今日係 Stephen 嘅 IPP 面談之後嘅第3個月，我哋會睇下 Vinny 幫 Stephen 策劃嘅計劃進行成點，同埋使唔使作出調整，等佢繼續向目標進發。Hey Stephen， 聽講有嘢發生咗喎，冇嘢啊嘛？對唔住，我俾人炒咗魷魚。我知俾人炒係好難受，但有時候要失敗過先知點樣成功㗎。係咩意思？例如打棒球咁啊，你咪每次都會打到全壘打？唔會，有時我會被拋出局添。個個都會咁啊 ，Joe DiMaggio 都會。你會唔會就咁放棄，以後都唔打棒球啊？唔會，我會繼續練擊球。冇錯啊，你會由錯誤中學習。喺咁球場份工學咗啲乜嘢啊？我熱狗，買嚟買隻熱狗啦！有茄汁，有芥末，你中意配乜都得。依家滿壘啦，投球揮棒，係滿壘全壘打。好嘢！喂，我叫過你唔好掛住睇波噶咯，你3陣出局，我要炒你魷魚。對唔住，我搞錯咗。唔係啊，搞錯咗嗰個係我啊，係我嘅錯。我假設咗，因為你中意棒球，去球場做嘢就一定會啱。我都要即時出局啊！你冇出局啊，喺嗰度做嘢幾好玩嘅。真係？喺球場做嘢，你最享受啲乜嘢啊？我最享受嘅係可以好接近個本壘，可以盡情食熱狗，可以喺第7局拉筋嗰陣唱歌。不過最開心係見到啲保安犬。最開心係見到啲保安犬？係啊，雖然保安犬係開緊工，但係保安俾我摸佢哋。點解你咁中意狗嘅？狗係人類最好嘅朋友，而有最好嘅朋友代表你唔會孤單啊。Stephen， 你覺得好孤單咩？有時會啦，咁係因為 Maya 同 Dexter 成日都好忙 ，Maya 要返工，至於 Dexter 佢就唔中意出街嘅。你喺 Sunny Oaks 住得開唔開心啊？開心，我好中意 Sunny Oaks， 不過我好想喺大家忙緊嘅時候有其他人會陪我，所以我中意嚟球場。係喎，因為喺呢度你身邊全日都會有人啊，同埋狗仔啊，係啊，你真係好乖啊！好啦，你中意人同埋狗仔，等我打個電話先，我好似諗到啲嘢啊！歡迎光臨啊！好嘛 ，Vinny。Stephen 佢係 Byron 佢係 Stephen 啊。Hi， 你喺度做㗎 ？Byron 係店主嚟嘅 ，Stephen 佢好中意動物嘅。係咪想養寵物咧？我都想啊，但係我知寵物唔係淨係同佢哋玩咁簡單嘅。冇錯係啊。吓？哇！小心啊，小朋友！冇事啦。好新手啊，嚟打工啊！吓，我可以嚟打工啊！你點睇啊 ，Wax？ 好嘢！好啦，雖然之前搞錯咗，但係而家我哋幫 Stephen 搵到份有薪實習，佢可以喺寵物店度做嘢，最好不過啦。我中意寵物店，佢哋有烏龜啊！乖仔，我真係戥你開心啊！咁先係必勝戰略啊！好啦，我哋更新下呢份 IPP 先啦，寫低呢份寵物店係有薪實習，搞掂之後就要麻煩你喺度簽翻個名啦。好嘢，唔該你啊 ，Vinny。今日 Vinny 提醒我哋 IPP 係一份靈活嘅文件，同埋喺更新 IPP 嘅時候，如果問啱問題係幾咁重要，咁先會繼續符合支援對象真正嘅目標同利益。不過，亦唔單止要問問題咁簡單，你仲要認真咁聆聽同按所得嘅資訊行動㗎。記住啊，以人為本嘅計劃唔係要你將啲文件砌到好靚，而係用嚟幫手策劃更美好嘅生活㗎。